联合国公布2024年世界幸福报告，这芬兰已经是第7档摕到冠军，也那新加坡是亚洲地区的第1名，台湾伫这份名单当是排亚洲的第2名，全球第31名。报告也阁指出讲，这台湾人30岁以下对生活的感受是上幸福，但倒是60岁以上的时代感觉上无欢喜。 很幸福，没有很幸福。我幸福啊！讲到幸福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不过依据无同的年龄族群，对幸福感觉的程度也无同款。目前现阶段没什么压力，爸妈都其实蛮年轻的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小孩子要养育之类的。想做的事情，只要努力应该都做得到。然后生活空间还有教育方面，我感觉都还不错。丰衣足食吧，这个自由就觉得钱变得比较薄这样子，然后还有就是房价的问题也比较高。 联合国所公布2024年世界幸福报告，芬兰连续第7年是上届幸福国家，再再来是丹麦、冰岛、瑞典也有以色列。若是以亚洲地区人均的国家来分析，新加坡全球排名第30名，却是亚洲国家内底上幸福的第1名。台湾全球排名第31名，是亚洲第2名，比日本、韩国甲中国拢感觉较幸福。根据了解，这份幸福的报告是依据每一个人对幸福满意度的评估，人均国内生产毛额、社会支持度、自由度，也有健康有机的寿命，最后也有慷慨甲对贪腐认知的程度来做评比。在生活评价项目中，台湾30岁以下少年人幸福感觉上悬，60岁以上的老人上不快乐。 中高龄或高龄者，他因为有经济压力，他要续留职场，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，他感受到的就业歧视，职场的就业歧视就会越来越严重，那种感觉就会比较强烈哈。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，他会觉得另外一种职场被剥夺感，那当然就会影响他的幸福感。专家分析，就台湾社会气氛大部分尊重少年人的选择，加上父母支持经济来源，拢让少年人有幸福感觉。那是50岁以上的族群，除了爱维持家己的生活，也会烦恼资助囝。 在高物价时代，经济负担难免感觉真重。敢若就 GDP 的指标来评比，恐惊幸福指数就差真多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